会朝中李香君登了一道，本来是桩高兴的事体，但是日脚一长，矛盾出来着。把那李香君当天上就说结婚告状300两银子，不是会朝中拿出来，是个杨龙玉拿出来。而且为当天上一条消息，杨龙玉老郎拉拢会朝中要收入个父亲林瑞登老郎一道，这个为得了。李香君死也不肯从这桩事体，所以拿300两银子还他孙郎向所有的金银珠宝，包括衣裳，全部下下来，砰，夺到地浪下。杨龙玉终于回来，随打李香君讲，那如果是实在不答应，你就一夜会朝中。这个辰光的李香君，看上去胸有成竹，不假思索，去苦浪对猛针相对浪向，啪！对上到相对浪向个把豆腐手，啪，刷到地浪下，使用个血滴滴答答，在那个把豆腐手浪下，我今朝用死来证明，绝不答应。这个就是血祭豆腐手。
算是许久久。我心情灵芝一动带清晰，否须化作神迹。血迹白白是丹花三红花，落叶在雨，理想君他真真体会是美名手。会朝中李香君登了一道，本来是桩高兴的事体，但是日脚一长，矛盾出来者，把那李香君当天上叫说结婚嫁妆300两银子，不是会朝中拿出来，是个杨龙玉拿出来，而且为当天上一条消息，杨龙玉老郎拉拢会朝中要收玉的父亲林瑞登了郎一道，这个为得了。李香君死也不肯从这桩事体，所以拿300两银子还脱，孙郎向所有的金银珠宝，包括衣裳，全部下下来，砰，夺到地浪下。杨龙玉终于回来，随打李香君讲，那如果是实在不答应，你就一夜会朝中。这个辰光的李香君，看上去胸有成竹，不假思索，去苦浪对猛针相对浪向，啪！对上到相对浪向个把豆腐手，啪，刷到地浪下，使用个血滴滴答答，在那个把豆腐手浪下，我今朝用死来证明，祝福大人，这个就是血祭豆腐手。算是许久久。
我心牵令，万气在手。神心相君分是冷生生怒吼声，眼泪一缕是我起追修。
声怒吼声，眼泪一泪是我体追羞。会朝中李香君登了一道，本来是桩高兴的事体，但是日脚一长，矛盾出来着，把那李香君当天上叫说结婚嫁妆300两银子，不是会朝中拿出来，是个杨龙玉拿出来，而且为当天上一条消息，杨龙玉拉拢会朝中要收玉的父亲林瑞登了一道，这个为得了。李香君死也不肯从这桩事体，所以拿300两银子还脱孙郎相所有的金银珠宝，包括衣裳，全部下下来，砰，丢到地浪下。杨龙玉终于回来，随打李香君讲，那如果是实在不答应，你就一夜回朝中。这个辰光的李香君，看上去胸有成竹，不假思索，去苦浪对猛针相对浪相，啪！对上到相对浪向个把豆腐手，啪，刷到地浪下，使用个血滴滴答答，
在那个波涛河水浪下，我今朝用死来证明，祝福大人，这个就是血祭稻荷书。算是许久久，喜乐无数，灵验生。我皆应该种相守，把真理